民眾服務有關市民生命尊嚴甲家屬的感受，所以台南市政府一直堅持以尊重生命、關懷家屬、兼顧永續來推動殯葬管理服務。其中南區第一火葬場順利落成啟用，新野方園的擴建嘛持續進行，都要一步一步回應市民地質價量的需求。114年嘛再次得到中央評量肯定，而且是3連霸優等。殯葬所的部分的設施的部分，我們年紀大了之後，一定這個都必走的一條道路了。所以，我們對殯葬設施的部分，我們都非常用力用心就來興建了。那所以呢，我們台南市的殯葬設施的部分呢，連續6年來已經獲得了3次受到內政部的這個表揚。那因為它是2年評審一次了，所以都是列為優等，這也是對我們同仁一個肯定了。所以對於這個部分呢，我們也希望說，在人老了之後呢，能受到相當的尊重，那而且也讓家屬辦理這個後事的部分呢，也能盡心盡力，也找到一個非常好的這個場所。所以這部分呢，如果有任何需要改善的部分，我們都會盡量來改善。中央的肯定，主要是對台南市政府專業政策認定加民政團隊的鼓勵。更要緊的是，要讓市民在人生的最後一天，感受到更周全、有溫度的服務。台南新聞管制採訪報道。